消息指，特朗普政府正考慮對中國 AI 公司 DeepSeek 實施技術封鎖，禁止佢購買美國嘅芯片同埋關鍵技術，又禁止全美使用 DeepSeek，阻止中國 AI 發展。美國紐約時報4月16號報導，專門針對中國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嘅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已經開始調查英偉達向亞洲國家銷售半導體嘅情況，以評估英偉達係咪故意向 DeepSeek 提供 AI 關鍵技術，可能違反美國規定。白宮呢個禮拜縮緊英偉達 AI 晶片對中國出口嘅禁令，尤其係針對專為中國市場設計嘅 H20 晶片實施嚴格管制。中國係英偉達 H20 晶片嘅關鍵市場，呢個舉動造成咗英偉達55億美元，亦即係427億港元嘅巨額損失。特朗普一邊打壓中國，一邊又要美國企業承受損失。呢一場 AI 霸權嘅爭奪戰，究竟邊個笑到最後呢？